弟兄姊妹，今日係2026年40日大齋期嘅26日。今日默想基督的福音，主題係甘心為主。請聽上主嘅說話，記載響路加福音22章33節裏面咁樣講到：彼得說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監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讓我每一日記得我係屬於你嘅，幫助我站穩腳步，專注喺你定義計劃要我做嘅事情上邊。以上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門。弟兄姊妹，邀請你繼續安靜，深呼吸，讓自己嘅內心安定喺主嘅裏邊。你可以慢慢調整自己嘅呼吸與心跳一致，以至讓我哋更加專注去進入經文嘅默想。係經文默想嘅部分，我哋將會透過路加福音22章31到34節嘅經文默想基督嘅福音。我會慢慢誦讀經文2次，你可以合上你嘅雙眼，或者望住熒光幕上面嘅經文聆聽。路加福音22章31到34節，主又說：西門，西門，撒旦想要得着你們，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。但我已經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。你回頭以後，要堅固你的弟兄。彼得說：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監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耶穌說：彼得，我告訴你，今天雞還沒有叫，你要3次說不認得我。路加福音22章31到34節，主又說：西門，西門，撒旦想要得着你們，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。但我已經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。你回頭以後，要堅固你的弟兄。彼得說：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監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耶穌說：彼得，我告訴你，今日雞還沒有叫，你要3次說不認得我。弟兄姊妹，喺剛才我哋讀嘅經文嘅裏邊，
你可以繼續去默想，留意經文當中有邊一啲嘅字句、詞語特別嘅去吸引你、提醒你。我邀請你向主禱告啊！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用默想嘅心聆聽以下嘅內容。喺最後嘅晚餐當中，耶穌向陪伴咗佢3年幾嘅學生預告，撒旦會有所行動，門徒中間將會有人去出賣佢。彼得被耶穌點名，自己將會經歷試煉，信心亦都會受到衝擊。而佢本住師生嘅義務同3年幾朝夕相處嘅情誼，出於本能嘅去回應耶穌。佢係咁樣講：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監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呢個回應係彼得一路以嚟嘅信念。佢認為咁樣做係學生對老師應有嘅態度，亦都能夠去證明佢嘅跟隨係真實嘅。然而，彼得因為懼怕而選擇自保，3次否認識耶穌，亦都否認咗佢同主之間嘅關係。當佢目睹耶穌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面嘅時候，佢先明白到呢個係出於愛，為咗救贖眾人而甘心捨命。當耶穌復活之後，耶穌3次去堅固彼得嘅信心。被主堅立後嘅彼得，從此亦都甘心將自己擺上。佢用自己嘅生命去證明自己對耶穌嘅情感係真切嘅，係誠懇嘅，亦都真正咁樣去做到。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監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弟兄姊妹，甘心係情願嘅意思。冇勉強，係自願嘅。回想而家你所做嘅事情嘅裏邊，有邊啲係甘心樂意嘅呢？又有啲乜嘢嘅原因俾你讓你去甘心樂意呢？我邀請你呢刻安靜沉澱一下，然後同主分享，獻上感謝。又有啲咩事係你希望可以由勉強轉化為甘心呢？邀請你向主祈求恩典，幫助你能夠慢慢嘅將勉強轉化為甘心。
兄姊妹，最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親愛嘅主，求你監察我嘅心，使我因住愛你而親近你，唔單單因住你豐富嘅賜予幫助我，單單為咗你定睛喺你嘅身上，如同你為我所成就嘅一切係遠超過任何有形標準可以量度嘅。求你賜下堅固嘅信心，好叫我緊緊咁樣去跟隨你，直至到見你面嘅嗰一日。奉主耶穌嘅名禱告，阿門。